大家好，大家好。近排全世界有好多個大事件發生，特別係川普帶領佢嘅團隊幫助以色列同哈馬斯簽訂和平條約，但係啲墨水仲未乾。然後呢，啲哈馬斯又同呢個巴勒斯坦就係呢個要建立巴勒斯坦國嘅呢個政權就要打起身嚟。而家嘅呢個歸還受害以色列人嘅屍體嘅工作好慢嘅進行，但係巴勒斯坦嗰邊已經係打得溫娃鬼亂。從呢個事情嚟睇，川普做啦應該做嘅事情，但係呢，佢幕後嘅黑手就係北京中共，仲諗住搞事，所以而家世界上好多嘅事情嘅發生，全部都有中共嘅影子。特別係當中共商業部同美國談判團突然間跳出嚟一個戰狼嘅時候，就識得而家北京有幾亂啦。北京嘅大部分嘅高層係希望和平相處，但係以習近平為首嘅依家死鬼嘅屋企人係要搞事，搞咩事？你冇比我好過，我就把呢個國家政權就搞爛。即使你係接盤，你都接得心驚驚。所以從呢個事態嘅發展，我哋識得基本上北京嘅環境係習近平已經死咗，七勁嘅係個替身，然後各派分贓不均，打起身就靠自己嘅勢力範圍繼續掘錢，等住着草。所以我哋而家睇到北京嘅呢種政治嘅亂局，實際上係中共倒台滅亡嘅更加快速嘅呢個現象嘅出現。所以我哋更加要睇到而家美國好多嘅政府嘅分析嘅呢種人士都係傻啲啲嘅，仲冇睇得清中共嘅而家嘅政治嘅問題。至於始終全會要推出嚟嘅汪洋、胡海峰同胡春華，只不過係一個悲情嘅人物，勉強去維持中共呢個風雨飄搖嘅大廈冧台之前嘅局勢。所以接落嚟所有嘅呢種中共方面嘅激美國人嘅行為，全部都係習近平與佢哋嘅反對派嘅呢種內鬥嘅延伸。所以我哋大家要做好一個大時代嘅完結嘅任何可能性嘅心理準備，更加嘅要助佢一腳，踢佢落樓。所以我哋要更加嘅明白中共北京嘅而家嘅環境。雖然前段時間佢通過女間諜呢個黃姓女子喺黃仁勳身邊滲透，把美國軍用嘅級別嘅芯片，大概價值20億嘅呢個貨物購買運到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係佢呢種備戰嘅手段，實際上就係為了利用
軍事上面嘅行動嚟達到佢個人嘅目的，就係刺激美國嘅政策嚟對中國喐手，咁佢啲高層就可以趁機就遠走他鄉，帶住老百姓嘅真金白銀。所以大家要好好嘅睇一下曾經嘅香港嘅真金白銀點樣被呢個中共高層騙開嘅，中共點樣使呢種詐騙去欺詐佢嘅老百姓，而家中共就要着草啦，又點樣去使用佢嘅手段去把喺中國嘅港澳台以及海外愛黨人士嘅財產收刮，然後再拜拜。所以我哋要繼續嘅關注北京嘅局勢。多謝大家收聽收睇，歡迎大家點讚、轉發、開啟小鈴鐺，多多嘅推廣我嘅頻道。多謝大家。